这个法务部调查局呢，伊是这个国家专门咧侦查着犯罪机构。去年抄到6.5公斤的毒品安非他命，这个乌市的价值就1000万。也毋过，伫个送检验的过程当中，这批毒品竟然无去。牵涉到这个案件6个调查官，嘛伫去年底总交保了。即摆桃园地检署发现到新事证，到其中一个前组长的厝内搜索，查扣着现金5000万、6个金手表，还佫有几啊10卡名牌的卡网。这物件到底为倒位来的呢？这个前组长交代袂清楚，而且甲伊太太的口径佫互相矛盾有出入，两阿某互用贪污罪来裁定收押禁见。查证！检警真拍拼咧查毒，大摆查到的毒品乌市价值拢是几啊亿。破案记者会上证物坐到倒啊拢排袂落。目前破大案真抢赢的调查局行业处佳人站，准年查到的毒品案查扣6.5公斤的安非他命，爱送到桥本部去做化验。上千万的重要证物，先办人交互处理这1年的调查官，结果伫送验的过程无去啊。一直到拢无收到鉴定报告，调查官才承认出代志，找1年拢找无这报告。去年底，检方所属办公室约谈6位涉案的调查官，分别以5万到10万块交保，限制出境出海。其中一位当时的机动组长，后来阁互检察官搜索伊住的所在，发现有真侪现金、真侪精品。虽然讲是丈人爸丈姆送的，毋过细节交代无清楚，翁仔某讲的话嘛拢无共。30号暗时，法院温准性啊。承办检察官认为徐姓调查官夫妻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财产来源不明，罪嫌重大，且有穿证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监获准。检方调查，这位前组长财务状况无好，检方无排除伊甲扣押的毒品交互毒贩来趁钱。有关今日媒体报道内容部分事实不符，为基于侦查不公原则，相关案情不便。法务部调查局竟然出现，敢若有内鬼来偷摕证物，搁一摆重伤司法人员的形象。